插到起无穿，武汉肺炎造成世界大流行已经有几个月，有的国家疫情慢慢消退，有的也真紧张。总是封城、禁止大型活动、店面关门、学校停课，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。这边台湾政府因为提早预防，第一线医护人员用心处理，百姓也愿意配合支持，致使疫情受到控制。甲别国比，咱的确诊甲死亡的人数是非常低。全世界大部分的学校拢停课，咱的学校是继续上课。全世界职业运动拢停止，只有台湾在进行职业棒球甲职业篮球的比赛。一般的生活也无受到真大的限制，所以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感觉真幸福。虽然是安尼，也有小部分的人因为反对来反对，嫌讲喙暗若无一天一片，就无法度呼吸，就无应该援助外国。批评政府无做全民体检，压低确诊数字，批评政府无学外国封城，硬叫咱的政府做这种无需要的扰民措施。小部分的人的作为，有一位老教授形容是插到起无穿。插到起无穿是一句台语的谚语，我细汉的时捌听过，这几十年来就罕得听到。我想真侪人可能无了解伊的意思。穿是细支齿啊，粗的竹片还是叉片，拢有这款穿。若无注意，手常常会互穿着。穿若长，尾溜伫皮肤外面，会当用指头仔挽出来；穿若短，会沉入皮肤内，这时就要用针咬出来。插刀是指刀仔磨甲足平，佮用油擦擦足济遍，擦到金闪闪。早期台湾的家庭拢有生命刀，就是这款金闪闪的插刀。伫插刀顶面是找无穿。有一个人要买一面生命刀，伊想要抬价笑，就认真找看刀面有穿无，可惜找半步找无穿，找不到茬。老教授就以插刀起无穿这句话来形容迄小部分人不足的心情。